先在这里歇歇了，大哥。你身体越来越凉了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不要让毒素全部侵入你的体内。我马上找大夫来，等我。药煮好了，来，赶紧喝吧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们是朋友。你把我当朋友，可是我却想不起来你是谁。不要紧，你把这个药喝了，很快就能想起来了。是啊，林墨姐姐知道10里外有个聪慧泉，而且喝了聪慧的泉水，脑子可以变聪明，所以她就亲自取水熬药。你可要好起来，别枉费她的一番苦心呢。我要是能记起自己是谁就好了。啊，我突然想起一个常胜将军的故事。林墨，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今天委托花开，难得一见。委托花？委托花就是你们说的昙花。传说昙花女神爱上委托天神，可神仙之间是不能谈恋爱的，玉帝就把他们拆散了。昙花女神就此化成昙花，一直在等待委托的出现。这个故事在我们这里家喻户晓，昙花一现，只为委托。委托花是爱情之花，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看。不了，我要留下来照顾无情公子。随便派个仆人照顾他，不也是一样吗？林墨，委托花开难得一见，再见到的话，就只凭机缘。会有其他机会的，不然你去看吧。我特地跑过来，就是为了想找你陪我一起去看。你要不去，我一个人也没意思，那我也不去了。啊，暮雪正要说故事，不然你就留下来一起听吧。二哥啊，他最讨厌听故事了，他总是说又臭又长。不，林墨喜欢听，我就陪他听。你刚刚说的常胜将军是打仗的吗？嗯，传说中这位常胜将军因为打了败仗，回来之后就失忆了。失忆了？和我现在一样。对。哎，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啊，继续。因为这个将军他的一生都是在成功里度过的，打了败仗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，而且他的家人跟我们现在一样，束手无策。可是有一天，这位将军听说邻国要攻打他们的领土时，他突然大喊一声，重新拿起武器和敌人战斗。他恢复记忆了。嗯。莫大哥，莫大哥，二哥，讲完了，好听。暮雪，再讲一个。他中了红鳞毒。红鳞毒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？中了这种毒的人，无药可解。他已经没得救了，给他准备后事吧。大夫，医者父母心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他。不是我不救他，而是这红鳞毒的毒性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就连制毒的人都找不到解药，何况我只是一介草泽大夫啊。可是毒性再大，也应该有药可解啊。红鳞毒素啊，是岭南老字号温家所制。这温家人制毒，有死字号和活字号之分。而这红鳞毒素啊，正是死字号。既然是名为死字号，那中毒之人就必死无疑啊。你的朋友现在已经昏迷过去了，我看呢，他顶多能熬1个月。熬1个月？大夫，你是大夫，饱览医术，一定有办法治他的毒的。要治此毒，除非能找到那位刀夫人。刀夫人？对。她是谁？到哪才能找到她？ 10里外的乱花山
有一座乱花谷，这谷里住着一位刀夫人，她专治天下奇毒。你若能找到她，也许可以救你朋友一命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请问刀夫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请问刀夫人在吗？晚辈季瑶花求见刀夫人。刀女侠，晚辈季瑶花求见，如有冒犯，还请原谅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求我刀连情救人！前辈请恕罪，我一位朋友中了红鳞毒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他一命。你既然能够找到我的乱花谷，那肯定是有人告诉你，我能解红鳞毒素，对不对？是一位好心的大夫说的。你要救的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？男人。这个男人是你的心上人，对吗？是。呸！这世上的男子都是薄情郎，我犯不着救他，我也不会救他。前辈，只要你答应救他，我愿意为奴为婢，伺候您一生。说得好，救他很简单。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啊！但我想知道，如果今天你的脸变成像我这样子，他还会喜欢你吗？哼！其实我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命。如果你愿意在你的脸上划上个17、8刀，我就同意救他。好，只要能救得了冷大哥，毁了这张脸，又算什么？夫人，你一定要信守承诺。你这么笨的女人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你居然为了一个男人，自毁容貌，你这不叫牺牲，你这叫蠢，你懂吗？或许这么死心塌地的爱，才真叫爱吧。别给我提这爱字，这世上的男人都是负心汉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就算毁了容，我也绝不会救他。前辈，你这么痛恨男人，脸上的伤痕一定跟男人有关吧？哼！你看那院子里边这棵大树了吗？这棵大树枝叶茂盛，树身粗壮，比一般的大树生长得更高更壮。那是因为它得到了很好的养料。我把那对狗男女抓回来，然后就剁成了肉碎，埋到了这棵树下，做成了这棵树的养料。因爱成恨。没错，我恨这个男人，我更恨这个女人，是他们毁了我一生。他们不是死活都要在一起吗？行，我满足他们的愿望，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肉给剁碎了，搅混在一起，埋到了这棵树下。这样，他们生生世世就能在一起了。
你的笑声中充满了悲伤，其实你心里一点都不好过。没错，我一直把女人的容貌看成是我的第二生命。自从我毁了容貌之后，我再不敢见人，我只有躲在这乱花谷，避世隐藏，终日孤独、空虚、寂寞。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所以我恨透了这个男人。我曾经发过誓，如果一定要我救人，我只救女不救男。你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怨念，所以你才会这么偏激，才会这么痛恨男人。我痛恨男人，因为他们辜负了我。就算他们辜负了你，你也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啊！你说什么？人已经被你杀了，仇和恨都已经算清了，你仍然把自己埋藏在痛苦之中，值得吗？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一个不在意你容貌被毁的人，一个全心全意待你好的人，你才能得到解脱。放屁！这世上的男人都是寡情薄幸、忘恩负义之人。再说了，我伤疤在这儿，哪里找一个会喜欢我这张脸的男人？你早就把所有的男人都拒之门外，又怎能遇得上？你，天下最敌不过的，不是武功，而是一个理字。晚辈说的有理，还是没理？前辈心里最清楚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从来没有人敢这么顶撞我。你有胆色，你居然赢了我。说句实话，我很佩服你刚才说的一番话。所以作为回报，我决定救你的朋友。谢谢前辈。来看这个，上面这个人啊，就是我。当时我还是秀女，本来要被送进皇宫，是你把我救回来的。是我把你救回来的。没印象。看后面这个，这个呢就是神侯府，里面有麒麟司、仙鹤司、猛虎司，还有飞豹司。这个就是你住的地方，有没有印象？没关系，再看后面这个，这个呢是你的誓书。没印象啊。那你看后面这个，他是冷血，他是个外冷内热的家伙，他总是这么看人的。也没印象。那这个，这个是我。就是你啊，总是表现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。来，再看这个。是不是啊？他是个特别搞笑的家伙。那你再看最后一张。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想不起来。我都快热死了，你还没有印象？林墨，你别急，我再想一想。那你再看一会儿吧，啊。前辈，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解他体内的毒？他中的红磷毒素可是天下奇毒。这种毒出自岭南老字号温家。当时制造这种毒的人本以为自己只是造出一种普通毒，没想到
勿将药粉掉到红鳞鱼的池塘里，和红鳞鱼的鳞片一融合，毒性加强不说，而且更加隐晦不见。抹在人的皮肤上和衣服上没事，但只要接触铁器，这毒性就会从铁器传导进入人体。怪不得余春桐这么挑衅，原来他把药粉抹在衣服的金针上，红鳞毒通过衣服里的金针进入冷大哥的身体里面。姑娘好眼光，这样伟岸的男子，要是和姑娘这样的人在一起，那才真叫做只羡鸳鸯不羡仙呢。只可惜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你的心脉越来越弱，你早就身负重伤，命不久矣。我担心，我就算救得了你的情郎，你们也终难成眷属。前辈，只要你肯救冷大哥，晚辈一愿足矣。就算是死了，也无牵挂。世上还真有如此痴情的女子。好，我既然答应救人，绝不食言。把他抬回我的乱花谷，他身上的毒伤要花很长时间来治疗。还有，如果你真的死在了他前头，我会亲手把你埋了，并且让他为你哭坟守灵。他们是六扇门的捕快，哼，不堪一击。驾！什么？竟然让他逃跑了？冷血受伤那么严重都能逃跑了，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不是属下无能，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妇人把他们给救跑了。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妇人？这把飞刀就是那个妇人留下的。这刀柄上有桃花的图样，看来是桃花刀了。速速拿此刀去问本地县衙，看这妇人有没有在县衙上挂号。我就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她给找出来。是。来，吃点心吧。你也吃？不，你先尝尝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。从来没有吃过。如烟姑娘曾经亲手做过同样的点心给你吃，你不记得了？我不记得我吃过这些点心啊。看来他还是记不起来啊。这首是你以前经常吹的曲子，叫做《相见欢》。这首曲子我吹过。这首曲子你还记得吗？什么都记不起来。如果我真的不是无情，该怎么办呢？不，你一定是。林墨，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照顾我。
暮雪说你本来打算离开，但为了我却留了下来。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以前在神侯府的时候，你常常帮我，当时你对我的恩惠，我现在都还记得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要能够唤醒你的记忆，都是值得的。但你说的这些，我一点都不记得。你记不记得太阳鸟的故事？太阳鸟？你曾跟我说过，太阳鸟是你最喜欢的鸟。它们是一种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鸟，只要遇到对方之后，就会相知相许，不离不弃。如果其中一只死掉，另外一只也会绝食而死。世上竟然有这种鸟？当时我不明白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这种鸟了。你和如烟姑娘的爱情也是一样，忠贞不渝。你知道吗？这种鸟生性孤独，但是它们肩负了一种使命，它们充当着其他迁徙鸟类的领路人。领路人？无情公子，就像太阳鸟一样，虽然失去了爱人，失去了记忆，但这不过是暂时的。你还有其他的使命，你要回到神侯府去，跟其他3大名捕一起惩奸除恶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。你总有一天会恢复记忆，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的。夫人，你不是答应救我朋友的吗？怎么在这里自在的赏鱼了？嘘，声音小点儿，别惊了他们。今天他们大派用场。这么好的鱼儿拿来做鱼汤，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我怎么舍得让他们做鱼汤？我要的是他们的血。鱼血？是啊，它们不是一般的鱼。你看，它们有4种颜色，这黑色的叫怒鱼，杂色的叫旧鱼，黄色的叫商鱼，红色的叫盲鱼。各有各的名称，各有各的用处。我只有把这4种鱼混合在一起，才能解你朋友身上的毒。可是这些鱼看起来和别的鱼没有什么不同啊。鱼是普通的鱼，只是养它们的水不同罢了。水不同？是啊，因为这根本不是水，而是酒。酒？那怎么完全没有酒味儿？如果真的有味道的话，这些鱼全都熏醉了。我是用无味酒养的。酒怎么能无味？男人做到最后都能做到绝情无味，凭什么我的酒不能做到没有味道？我这是用无味果酿成的酒。其实只要你的朋友喝了这4色鱼血，我运功打通他的任督2脉，让4色鱼血贯穿他的奇经8脉，这样他体内的红鳞毒素自然就会被破出来。他手上的毒斑没有了。别高兴太早了，这样的鱼血，我至少要喂他3天。喝3天鱼血的同时，还给他运动，这每次还得连续3个时辰，这样让鱼血运行全身，才能把红鳞毒素给控制住。不过，他体内总有一股阻力跟我抗衡，也有可能是他刚刚开始接受治疗，是他本能的反应吧。林墨，林墨，林墨，李默是谁？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。男人还是女人？女人。他身边有你，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。我一掌劈死他！前辈，
求求你不要这样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你陪着你喜欢的男人，去找他在乎的女人，你竟然还求着我救他！你对这个男人就这么死心塌地？我只希望他能够尽快好起来。哼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是啊，这事与我何干？都是你自找的。冷大哥，你醒了。瑶华，真是的。这里是乱花谷，是这位前辈，他救了你。谢谢。你在谢我？你真不用谢我，你应该谢谢这位姑娘，是她对你痴心一片，但你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。前辈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。总而言之，是他为你牺牲，为你受伤，为你付出所有，也只为能够待在你身边。如果你真的心存感激的话，就好好待他。是你带我来这里的。是。你又救我一次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我还要去找李默，我不想拖累你，你最好回申侯府去。不，我不离开你。冷大哥，我让你回申侯府。冷大哥，你安心养病，不用管我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。不管结局是喜是悲，我早已心中有数。我不需要承诺，也不需要一个圆满的结局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守护在你的身旁，陪着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这样对我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冷大哥，我懂的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不过想让你好起来，平平安安的，我就放心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啊。哎，你们不累吗？不累。神医说用外力刺激可以帮无情公子恢复记忆，但是我们敲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是没反应啊？没关系，只要有希望我们就继续下去，不要放弃。看来我们还得一直敲。真好玩，我也想一起敲。哎，你们这围在这里是干什么呀？我们用神医所教的方法，用外力刺激敲无情公子的头，帮助他恢复记忆。二哥，你也要试吗？好啊，我试试。来。哎，就不麻烦莫大哥了。嗨，李默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别这么客气。我来试试。无情公子，怎么样？二哥在做什么？我不是想帮你们吗？听说他不是要用外力刺激才行吗？无情公子，不要走！谁不要走？我刚才看见一个女人，她又跳舞，又在等求签，她到底是谁？如烟姑娘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那你还想些什么了？我是黎墨，还记得吗？还有神侯府。黎墨。本来想教训他，没想到反倒帮了他。无情公子，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
你再想想，你还能记起什么事情？你又想到什么？我的头好疼，好像有很多事情，可是又想不起来。你是神侯府的4大名捕。我是神侯府的4大名捕。但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？你从山崖摔了下来，所以失去了记忆。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他刚恢复一点记忆，你们就不要逼他了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嘛。是啊，慢慢来。要想恢复记忆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事情。谢谢莫大哥。不用客气。啊，兄弟，你就多休息一会儿吧。啊。冷血还在的时候，我们是3个人一块儿喝酒的。冷血现在走了，剩下我跟你。在以前，我们是4个人，一帮好兄弟。怎么4个变成3个？3个变成2个，人数越来越少。哎，你说到最后，会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？不可能吧？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？冷血出走这2天，不知道他找到无情跟黎墨没有？也许无情跟黎墨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看来我真的是天煞可星啊！只要跟我在一块儿的人，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。我现在是不是很危险啊？哎，兄弟啊，你不要这么想好不好？老天爷一定会照顾他们的，放心吧。哎，你今天约我出来喝酒，是不是心情很苦闷啊？无情不在，冷血不在，不拉你来拉谁？公主啊！以前你天天跟公主在一块儿，现在连公主都没了。不谈公主，不谈女人，不谈女人，那谈什么？谈男人啊？男人有什么好谈的？那谈什么？拿着它，你就直接对着它吹水吧。什么吹水？哎呀，你回家自己想去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买吗，公子？这东西好不好看？随便挑啊。好看又怎么样？我想买回去送给依依。送给依依？今天是她的生日，我打算送给她一份精美又特别的生日礼物。别浪费金钱了，走吧。不行，我答应回去的时候要给她带礼物的。我跟你说，女人最贪心，你千万不要对她好，你千万不要被她蒙骗，你千万不要给她买礼物，因为在那之后，她就会把你给甩了。哎，我跟依依相亲相爱，不像你跟公主贴错了门神，怎么可以相提并论？我跟你说，女人闹翻之前什么都可以的，闹翻之后呢，什么都不可以啊！到时候呢，你就后悔终生了。明年今日，你跟她分开了，她就不会再记住你了。别诅咒我，我不是诅咒你，你看我送这么多礼物给左楼公主，她都扔到一旁。我现在呢，连喝酒的钱都没有了。每次过节你都送得太烂了。可是我不一样，我送的是生日礼物，而且是我跟她在一起的第一份礼物，意义重大。第一份礼物有什么重大意义？重大意义就是我把她放在第一位，我重视她，我希望她开心。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你真笨呐！我跟你说，如果她重视你，你不送礼物，她一样会重视你；如果她不重视你，你送再多的礼物，她也不会重视你的。如果她珍惜我，那我不送礼物给她，她也会珍惜我。可是我答应她要给她送礼物的。如果你不送给她礼物，她因为这个跟你翻脸，那证明她在乎那个礼物，不在乎你。她在不在乎我不要紧，重要的是我表达了我对她的在乎。现在呢，我在不在乎你也不要紧了，重点是，当你兄弟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硬要你的兄弟陪你买礼物就行了。
哎，是不是兄弟啊？是。陪不陪我买礼物？不陪。喂，你们回来啦？没有喝酒。礼物？你不是要给我礼物吗？礼物？哎，是我叫他不要买礼物的。为什么？你是喜欢铁手哥哥这个人吧？不是喜欢他送你的礼物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干嘛要送你礼物呢？我生日本来就应该给我惊喜，给我开心，不是吗？你现在没有礼物，还不惊喜吗？喂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这是铁手哥哥陪我过的第一个生日，哎。你怕你以后没有机会过生日吗？这乌鸦嘴！不准铁手哥哥给我买礼物就算了，还说什么鬼话？你这什么意思嘛？哎，你们不要吵了。我一直以为我生日你要给我惊喜，给我礼物让我开心，没想到你什么都听追命的，我现在一肚子气。依依，哇，这么生气啊！这回给你害惨了。这么小气啊！臭铁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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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铁手！依依，臭铁手！别生气了。放开我！你听我解释嘛。我跟追命喝完酒，本来想要他陪我买礼物送给你，谁知道他阻止我。他阻止你不买，你就不买吗？那他叫你杀我，你杀不杀？他跟紫罗公主闹翻了，心情不好。那又怎么样？以前每一个节日，他都会买礼物送给公主，现在他觉得这些礼物都白送了，所以他也不让我买礼物送给你了。是这样吗？可是他跟公主闹翻，那是他们的事情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他怕我重蹈覆辙，像他一样买了一大堆的礼物送给你，结果都是白送。送礼物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如果他没有送过礼物给公主，他就不会心痛，不会难过。我觉得他送给公主的礼物是没有白送的。追命就像你说的那样，爱之越深，恨之越彻。我知道追命难过伤心，可是他也不能这样干涉别人的生活呀。他跟我是兄弟，出发点也是为了我好吗？追命就是最佳损友，他跟公主闹翻，心情不好，就把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当作是仇人，还盲目的把观点加在你身上。你别说追命的坏话，我们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，出生入死，不管怎么说，他始终都是我的兄弟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你都帮他说话。他最近心情不好，你就多让着他一点。你就是这样，不管对什么事都包容，对朋友又关心，你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人。如果我不是这样，你也不会喜欢我。谁喜欢你了？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带你一块去买礼物，然后我们一块吃饭。你不怕这个礼物是白送的吗？你不是都说了吗？礼物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点一滴，只要你开心，我也会开心的。嗯，是真的吗？嗯。我记忆里来来回回就只有一个女人，她一会儿好像在跳舞，一会儿在荡秋千，她叫如烟。如烟姑娘被安世耿用箭射死了，当时你性情大变，见人就杀，把所有黑衣人杀个片甲不留。我见人就杀？我看到了好多黑衣人。黑衣人是安世耿的手下，当时你跟如烟姑娘在虎君山准备归隐，记得吗？无情公子，无情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要再想这些了，我的头好痛。大夫说过，会失去记忆是因为过去的记忆太痛苦了，一旦想起过去的事情，自然会哭。可无情公子这么痛苦，还是不要太勉强。为什么我什么都记不起来？我不知道如烟是谁，我记忆中没有黑衣人，没有安世耿。你说的一切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无情公子这么难受，再这么想下去，他会疯掉的。好了，别想了，别想了啊，不想了。没事，我不要想，不要想，我不要想了。无情公子，无情公子，无情公子！铁手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哼。哎呀，这个玉佩好漂亮哦！这个玉佩怎么会这么漂亮呢？你真的买来送给他？你没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这个玉佩真的好漂亮啊！今天是他生日，我说好了要给他买礼物的嘛。你肯定会后悔的。铁手哥哥一定不会后悔，这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。
我一定会随时随地每天带在身边。铁手哥哥，谢谢你。你喜欢就好。还不是用过了就随手而弃？唉，有人送给公主的礼物，公主不珍惜，不代表我不会珍惜铁手哥哥送给我的礼物。不要在我面前提公主这2个字。唉，有人送给公主的礼物变成垃圾，有人羡慕铁手哥哥送给我礼物，有人一下子变成孤家寡人，有人羡慕我有礼物，他没有礼物，哈哈哈！哎，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吵好吗？我没有吵吗？我们没有吵啊。你买礼物给我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对，是他羡慕嫉妒恨而已。今天依依过生日，我送给她礼物是应该的。不过追命是我兄弟，他肯定不会这么想。明明就是他不对，你又帮他讲话。他心情不好。谁说我心情不好？你想想公主怎么对你的，不管她做什么你都让着她，她让你站就站，让你做就做，让你做什么你都做。不要再提公主。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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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。